食毋着药啊！细汉的时阵，读着一句“人定胜天”，就真单纯相信人绝对是高等动物，无有任何的困难甲问题是人类无法度通解决的。到伫大汉了后，才知影这句话正是在表现人的自高甲骄傲。咱若有机会去深入观察甲研究动物的行为甲生态，就会通发现，其实人是比动物搁较软正。每一种动物拢会拄着破病，也是受伤。咱人类嘛无例外。总是动物伫破病的时阵，家己天生就会晓去找草来食。当作药来自我医治，若是人就无迄个本领。对这方面看起来，人类是输动物输到忝忝。古早伫西医还未发达的时阵，人若是去拄着破病，身躯无爽快，拢嘛爱去找汉药仙的，夹一贴药仔转来食。这贴药仔若食了随时应效，就会称迄个仙的是花德再世，顺续搁做一块鞭仔去甲搭射。若是这贴药仔食无应效，毋是另外搁换一个仙的，无就搁另夹一贴药仔转来食。所以药仔若食无效，就有可能食毋着药仔。安尼应该爱赶紧换一贴药仔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换贴。伫咱台语，换贴的意思是在表明人甲人的关系。虽然毋是亲骨肉，总是逐项代志已经无分你我，是比骨肉搁较亲的程度，就结拜做兄弟。伫现今的社会人士，有真侪结拜做兄弟的，要毋过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也是交群结党的情形，检采比较较侪。若是去牵涉到利害关系，就有可能马上反面无常。朋友互相的交陪，若是出于诚心实意的疼，就袂计较任何利害关系，嘛毋免用结拜互相来约束对方。亲像圣经所讲，仁爱是无害着厝边，仁爱是真完全律法。罗马书13章10节。食毋着药啊！细汉的时阵，读着一句“人定胜天”，就真单纯相信人绝对是高等动物，无有任何的困难甲问题是人类无法度通解决的。到伫大汉了后，才知影这句话正是在表现人的自高甲骄傲。咱若有机会去深入观察甲研究动物的行为甲生态，就会通发现，其实人是比动物搁较软正。每一种动物拢会拄着破病，也是受伤。咱人类嘛无例外。总是动物伫破病的时阵，家己天生就会晓去找草来食。当作药来自我医治，若是人就无迄个本领。对这方面看起来，人类是输动物输到忝忝。古早伫西医还未发达的时阵，人若是去拄着破病，身躯无爽快，拢嘛爱去找汉药仙的，夹一贴药仔转来食。这贴药仔若食了随时应效，就会称迄个仙的是花德再世，
顺续搁做一块鞭仔去甲搭射。若是即贴药食无用效，毋是另外搁换一个新的，无就搁添加一贴药转来食。所以药若食无效，就有可能食毋着药安尼应该爱赶紧换一贴药简单来讲，就是换贴。伫咱台语，换贴的意思是在表明人甲人的关系。虽然毋是亲骨肉，总是逐项代志已经无分你我，是比骨肉搁较亲的程度，就结拜做兄弟。伫现今的社会人士，有真侪结拜做兄弟的，要毋过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也是交群结党的情形。检查比较较侪，若是去牵涉到利害关系，就有可能马上反面无常。朋友互相的交陪，若是出于诚心实意的疼，就袂计较任何利害关系，嘛毋免用结拜互相来约束对方。亲像圣经所讲，仁爱是无害着厝边，仁爱是真完全律法。罗马书13章10节。